2025年11月的香港娛樂圈，就像被投入巨石的平靜湖面，瞬間掀起驚濤駭浪。57歲，素有玉女掌門人美譽的周慧敏，終於向與她糾纏長達34年的丈夫倪震遞出了離婚的戰書。這場婚姻的落幕可不簡單，不僅因為那高達10億財產的分配問題鬧得滿城風雨，更因倪震8次出軌、3次被捉姦在床的勁爆情節，成了全網熱議的超級焦點。據那些神通廣大的知情人士透露，周慧敏早就悄悄地把全部資產轉移走了。倪震這下怕是得正伸出胡落。這場持續了半個世紀的玉女守衛戰，到底是忍辱負重的智慧之舉，全是對愛情徹底絕望後的無奈選擇呢？要說周慧敏和倪震的婚姻，那表面上看，簡直就像被一層才子佳人的夢幻濾鏡給罩住了。1989年，這兩人在電台節目《摩登時代》裏邂逅了。倪震呢，頂着作家倪匡之子、亦舒侄子的光環，那才情和浪漫勁人，就像一把精準的箭，嗖地一下就射中了周慧敏的心。到了1991年，他們大大方方地公開了戀情，媒體那是一讀猛誇金童玉女，粉絲們也都滿心歡喜地給他們的愛情送上祝福。可誰能想到，這看似完美無缺的婚姻，實際上早就暗流衝動，危機四伏了。有個和周慧敏私交特別好的圈內人士悄悄透露，周慧敏從小就缺父愛，倪震那體貼勁人，旋有滿身的才情，剛好就把他心裏那塊空缺給填上了。他傳說過，倪震是唯一能讓他有安全感的人，或苦就是因為這種深深的依賴，他才會在倪震第一次出軌的時候，選擇了原諒。1994年，那可真是鬧得雞飛狗跳的一年。倪震和港姐陣發蓉在淺水灣的親密舉動被媒體給曝光了。周慧敏呢，本來是工作提前回港，結果一推門就撞見了那不堪入目的一幕。倪震和陣發蓉躺在床上，當時那場面簡直失控到了極點。周慧敏氣得手直發抖，一把抓起桌上的水晶擺件就朝倪震砸過去，可惜沒砸中倪震，倒把鏡子給砸碎了，碎片里啪啦地濺了一地。他一邊哭一邊喊：我到底做錯了什麼？倪震呢，立馬就跪地求饒，旋搬出了已故父親倪匡的名頭，說：我爸說，男人犯錯是常事，重要的是回頭。這場捉姦在床的大戲，成了兩人感情的分水嶺。可這並不是終點，後面的事偽還多着呢。有個長期跟蹤報道他們感情生活的記者，半開玩笑地說：倪震這出軌啊，就像有規律似的，每2年就來一次，跟完成任務似的。從1998年女作家姚樂碧的情書事件，到2001年和模特在酒店門口那親密的親吻，再到2006至2007年與陣永賢、傅穎的緋聞，倪震的這些風流韻事，都快成了香港狗仔隊每年必完成的 KPI 任務了。要說最轟動的，那傳得是2008年蘭桂坊夜店的激吻事件。當時倪震和21歲女大學生張茅的親密照片，一下子就登上了報紙的頭條。周慧敏看到報紙後，氣得眼淚在眼眶裏直打轉，含着淚發布了分手聲明，傳說我們的愛情長跑已到終點。可誰能想到，近13天後，這兩人又突然宣布裂婚。這一消息就像一顆重磅炸彈，把全網都給炸懵了。有個參與調解的友人透露，那3天裡啊，倪震就跟住在了周慧敏家樓下似的，每天又是送花又是送禮物的，旋寫了一封萬字懺悔書。周慧敏當時哭着說：他是我唯一的愛。最後旋是選擇了原諒。這感情的是人啊，真是讓人捉摸不透。這場婚姻的最終裂局，可比表面上看到的複雜多了。據港媒爆料，周慧敏早就悄悄地把名下10億資產轉移到了海外信託基金。這下好了，倪震要是離婚，可就一分錢都拿不到啦。這一招被網友們戲稱為玉女的復仇。有個金融圈的人士分析說，
周慧敏可不是那種傻白甜，她從一開始就在暗中布局呢。她掌控着家裏的財政大權，倪震每花一筆大錢，都得經過她同意，就連倪震寫專欄的稿費，都得先打到她的賬戶裏。這種在經濟上的絕對控制，或許就能解釋為啥倪震婚後旋屢次出軌，卻始終沒提離婚。有個和倪震有過合作的導演直言不諱地說，他離不開周慧敏的剪，也離不開他的名氣。沒有周慧敏，他啥都不是。再說說他們丁克這個決策，這裏面可大有文章。外界都解讀說，這是周慧敏對婚姻設的最後一道防線。有個心理學家分析說，倪震風流成性，周慧敏怎麼可能為他生孩子呢？孩子是婚姻的紐帶，可也是風險的源頭啊。他選擇不要孩子，實際上就是在保護自己。接下來，咱們再詳細還原一下那3次捉姦的現場，看看玉女在這過程中流了多少眼淚，又忍了多少氣。先說說1994年淺水灣那監界事人，周慧敏因為工作提前回港，本來想着給倪震一個驚喜，結果一推門就看到了那不堪的一幕。當時在場的朋友回憶說，周慧敏那手抖得跟西子似的，她一把抓起桌上的水晶擺件就朝倪震砸過去，可惜沒砸中，把鏡子給砸碎了，碎片濺得到處都是。她一邊哭一邊喊，我到底做錯了什麼？倪震呢，趕緊跪地求饒，船把已故父親倪匡搬出來當箭牌，說男人犯錯正常，回頭就行。這場風波最後以周慧敏去日本工作，倪震斷絕和陳法蓉的聯繫而告終。再看看1998年咖啡館那親密事人，女作家姚樂碧在專欄裡公開了倪震的情書，那內容別提多露骨直白了，寫着震哥哥的擁抱最暖。周慧敏被記者追問的時候，只是淡淡地回了句我相信他。可據知情人士透露，他私下裡氣沖沖地衝到倪震常去的咖啡館，親眼看到倪震和姚樂碧在那親密交談。有個服務運回憶說，他站在門口，眼淚在眼眶裡直打轉，可就是硬憋着沒進去。後來倪震發現他了，趕緊追出來解釋說只是普通朋友。他轉身就走，倪震在街上拉了他好久。最後說說2008年夜店那激吻事人。2008年12月，倪震在蘭桂坊夜店和女大學生張茅的激吻照片登上了報紙頭條。當時周慧敏正在籌備個人畫展呢，看到報紙後，氣得啪的一聲把畫筆摔碎了，然後把自己關在屋裏3天沒出門。據有人透露，他哭了整整一夜，嘴裏念叨着這次真的完了。可倪震的挽回手段又奏效了，他買了枚鑽戒，在周慧敏家樓下跪了整夜，旋找來倪匡的舊友說情。周慧敏最後旋是心軟了，說他是我選的人，我不能放棄。這感情啊，有時候真是讓人又無奈又心痛。咱們再把時間線拉回到2023年，那時候就有離婚的苗頭了。2023年4月，周慧敏在社交平台發了一張和倪震一起上鳥的照片，旋配文幸福簡單，想以此否認離婚傳聞。可據內部人士透露，這張照片其實是擺拍。有個攝影師說，倪震當時根本就不想去，是周慧敏逼他拍的。他旋跟倪震說如果不拍，就真的完了。倪震沒辦法，只能勉強配合，不過全程都黑着臉，那表情就跟吃了苦瓜似的。到了2025年11月，這場持續了34年的婚姻終於走到了盡頭。據港媒報道，周慧敏已經委託律師處理離婚事宜了，旋特別強調10億財產與倪震無關。倪震的友人透露說，他最近情緒特別低落，嘴裏都囊着沒想到他真的潰離。這事人在網上可炸開鍋了，網友們那是兩極分化，吵得不可開交。支持的人覺得周慧敏的選擇那就是女性獨立的典範。有個網友評論說，
他用34年時間看清了一個人，最後船保護了自己的財產和尊嚴，這才是真正的智慧。可反對的人就不這麼想了，他們質疑說，被錄了8次船能忍，這不是軟弱是什麼？船有網友調侃說，倪震才是人生贏家，百歲女神34年，船不用付贍養費。這網友們的嘴亞，有時候比刀子船賴害。渣們再聽聽專家怎麼說。婚姻諮詢師李薇分析說，周慧敏的案例反映了傳統女性在婚姻裡的典型困境。她渴望安全感，可偏偏選了最不安全的人。她追求完美愛情，卻不得不面對現實的殘缺。社會學家陳明則認為，這場婚姻的終局，其實就是經濟獨立和情感依賴的一場博弈。周慧敏的財富讓她有底氣離婚，可她的情感需求又讓她一次次選擇原諒。再看看倪震這邊，面對離婚傳聞，她始終一聲不吭，沒公開回應過。據她友人透露，她最近很少出門，整天就在家寫書法。有人說她是後悔了，也有人說她只是覺得丟臉。而周慧敏的社交平台呢，依舊分享着她的畫作和公益活動。最新一條動態裡，她曬出和流浪貓的合影，船配文溫暖自在，看起嚟心情還不錯。周慧敏的故事啊，就像一部超級狗血的電視劇，可這裡面也折射出無數女性在婚姻裡的掙扎。她用34年時間給我們上了一課：愛情可以忍耐，但尊嚴絕對不能妥協；婚姻可以妥協，但自我不能丟失。有個知心漁記總列說，他不是忍者神鳩，他是一個清醒的賭徒。他賭的是倪震的回頭，賭的是自己的底線。最終，他贏了財產，卻輸了青春。這場驚天反轉的離婚大戲，或許根本就沒有真正的贏家，但至少周慧敏用行動告訴了所有人，玉女不再只是畫裡那個完美的符號，她也可以是一個敢於說不、敢於重新開始的真實女人。這感情的是人啊，就像一團亂麻，剪不斷，理旋亂，可生活旋得繼續，不是嗎？